版上受歡迎的景點，唔是台北101，是南投的日月潭。 不少外國遊客來到台灣的第一站都會選擇來台北101，但你知道嗎？這個代表性的地標還不算是台灣的人氣最高的景點。今麥人氣上旺的風景區，佇咧南投日月潭，4個位的山丘，水甲親像畫家繪的，嘛叫 CNN 認證是全球上水的自行車道，來只騎鐵馬，袂輸騎佇咧水面上，和真濟外國旅客嚟做是一世人一定愛去的景點。If we have time, maybe we could visit that one as well. We already visited Jiffin, Shifin, and the one with the stone heads, green heads yesterday. Why am I here? Yeah. I want to see this beautiful country. We're going to travel in Southeast Asia for about 4 months. And this is just literally the first city that we've gone to. So we're on an adventure. 根據觀光署上新的統計，2005年外國人上愛去的地環景點，除了白頭名的日月潭、黃金山城9分啊，落在了後壁。同款嘛是經費特別上海美景陽明國際，另外高雄保利地區淡水陽明山嘛排着頂。在咧市中心的台北101是排考第10名。就風景類的，就阿里山啊，不然就花蓮。不是佛光山啊。佛光山也是很多。如果你要跟外國朋友推薦一個台灣的好地方，你會推薦哪裡？寶來，哎對，六龜區，寶來，南橫公路對啊，埡口啊。寶島土地生命水秀，倒位是外國鄉，倒位就是上水風景。